主后2025年1月15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节制就近活水泉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利未记15章第19、33节。上主命令摩西甲阿伦，着吩咐以色列人讲：若有查甫人得着下潲，伊就无清气。伊因为下潲，无论还得流，还是已经停止，拢是无清气。得着下潲的人，倒价的面床甲坐价的物件，拢是无清气。摸着伊的面床的，着洗家己的衫，搁洗身躯，伫日落以前是无清气。坐着伊坐价的物件的，着洗家己的衫，搁洗身躯，伫日落以前是无清气。摸着伊的身躯的，着洗家己的衫，搁洗身躯，伫日落以前是无清气。清气的人，若互伊配着喙烂，着洗家己的衫，搁洗身躯，伫日落以前是无清气。伊坐价的碗嘛是无清气。摸着伊坐价的物件的，伫日落以前是无清气。摕遐的物件的，着洗家己的衫，搁洗身躯，伫日落以前是无清气。伊还未洗手以前，互伊摸着的人，着洗家己的衫，搁洗身躯，伫日落以前是无清气。伊摸着的粗肥，着讲互破，柴的器躯，着用水洗。下潲的人若已经好，为着要洁净家己，着等7日，伊着洗家己的衫，用活水洗身躯，就得着清气。第8日，伊着将2只斑鴿，也是粉鸟仔，带来会幕门口，伫上主的面前交互祭司。祭司着献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烧化祭。祭司着为着这人下潲会变，伫上主的面前甲伊赎罪。人若涉精，着洗身躯，日落以前是无清气。捌着精液的衫，也是皮的物件，着用水洗，日落以前是无清气。若男女有性关系，两个人着洗身躯，日落是无清气。女子若月经来，伊一定无清气7日久。所有摸着伊的人，日落以前是无清气。伫伊无清气的期间，所有伊倒价甲坐价的物件，拢是无清气。所有摸着伊的面床的，着洗衫、洗身躯，日落以前是无清气。所有摸着伊坐价的物件的，着洗衫、洗身躯，日落以前是无清气。无论摸着迄个女子的面床，也是伊坐价的物件的人，日落以前拢是无清气。查甫人若甲月经来的女子有性关系，捌着伊的月经，着无清气7日久，倒价的面床嘛无清气。女子若伫经期以外流血真侪日，还是经期后还得流血，伊流血的期间，甲伫经期共款无清气。伫流血的期间，伊倒价的面床甲坐价的物件拢无清气，甲伫经期中间的无清气共款。所有摸着遐个物的人就无清气，着洗伊的衫、洗身躯，日落以前是无清气。女子迄后若已经好，家己着算7日，伊才清气。第8日，伊着带2只斑鴿，也是粉鸟仔，到会幕门口，
交互祭司。祭司着献一只做赎罪祭，一只做烧化祭。祭司着为着即个女子血流会无清气，伫上主的面前甲伊赎罪。恁着警戒以色列人毋通违反洁净的条例，则免因将我伫因中间的会幕拍拉山，直到因为无清气死。以上是关系涉漏直到无清气的条例，包括下小甲涉精的查甫人、月经来的女子，甲遇到涉漏的男女，以及甲月经来的女子有性关系的人的条例。节制就近活水泉，圣经中定下规范，甲人伫暗中的作为，摊点阳光下面，互人伫节制的守护下，身心通得到健康。有关洁净的规定，是上主吩咐以色列人遵行的条例，无论男女也是男性，拢着遵守。目的是互因避免因为无洁净所冒犯圣洁的上帝。这个条例也为人的婚姻定下性生活的标准，其中用水洗衫和沐浴，应该是为着卫生健康的需求。拄去有话是回应上帝对灵性尊严的要求。伫条约中，强调查甫人应该学习亲像上帝的温柔和慈爱，克制家己的私欲需求，尊重女性生理的节奏甲健康，毋通听私欲勉强对方。利未记15章18节的原意，并毋是指性是无洁净污秽，也是通正换的，也毋是鼓励人禁欲。因为性也是上帝所赐，互人通得照着安尼繁衍敬虔的后代。人理当感谢领受，拄亲像保罗所讲，因为上帝一切的创造拢是好，若用感谢来领受，就无半项通拒绝。提太前书第4章第4节。安尼，伫婚姻生活中，安怎掌握性事的节奏，常时会当经历上主创造的美好，搁伫当中学习节制的功课，互家己无得罪圣洁的上帝，才会当真正彰显上帝创造的美意。因为上帝对伫男女两性甲性生活拢是极关心的。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，印度总理莫迪伫2024年7月提出一项新刑法，指出男性假使无任何结婚意图，却以结婚为由，透过虚假的承诺事业发展，利用假身份诱骗女性发生性行为，最终却始乱终弃，将面临最高10年有期徒刑的严厉惩罚。这是因为长期以来，印度女性权益经常引发国际关注，为了保障妇女，才有此规定。总是这个刑法虽然立意是好，实际上执行却有伊的困难度，因为女性面临举证的困难。其实，社会价值观必须对性别平等的认同甲肯定，才是真正的关键。拄亲像法律的规定，也有实际执行的限制。利未记的条例也是需要人遵行才有意义。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莫犯无洁净的罪，免得招致死亡之祸。伫不为人知的私生活中，要爱行
圣洁的上帝所喜悦的事。这提醒咱伫两性交往中，要有节制甲尊重，彼此欣赏、感觉满足，搁伫相互温柔、体贴对方的言行中，表达疼的渴望。法律保障婚姻中的性关系，互夫妻之间的疼，通亲像细水长流。咱着谨记上帝话语的教导，互上帝圣洁的活水泉持续注入婚姻生活中。默想，干犯圣洁的上帝所招致的严厉惩罚，对我的信仰生活有甚物提醒？伫私下的生活中，我是毋是还做讨上帝喜悦的事？干犯圣洁的上帝所招致的严厉惩罚，对我的信仰生活有甚物提醒？伫私下的生活中，我是毋是还做讨上帝喜悦的事？咱做伙来祈祷。主爱怜悯的上帝，恳求你拯救我脱离一切的污秽和罪恶，互我伫翁某关系相处的时，无受情欲操控，会当按照上帝所喜悦的样式尊重彼此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